大家好，又嚟到贏馬會嘅賽後節目啦。咁今日咧嘅主題賽莎莎婦女銀袋啊，就由安裕啊再一次贏出呢一場三級賽噶。咁安裕咧其實喺前年咧就曾經捧過呢一項嘅三級賽嘅。咁上年咧就由安請咧係捧杯，今年咧田泰安咧就冇騎安請，就騎翻安裕。咁結果咧又俾佢咧係達成咗安係3連霸呢一場大賽嘅。咁連埋喺10多年前啦，安想都贏過呢一項嘅莎莎婦女銀袋啊。咁安係合共贏過4次呢一場三級賽嘅。咁以呢一項賽事咧，其實舉辦咧都唔夠20年嚟講咧，有同一系嘅馬主係可以贏4次咧，咁都認真威水嘅。嗱，我哋不如又望翻呢一場馬安裕係點樣去贏嘅。咁上次記得咧，安裕跑谷草嗰陣咧，田泰安咧就跑得唔算特別醒目嘅因為個步速慢啦，佢比較遲起動啦，咁隻馬咧又追唔切，跑過第3，但係咧只係輸個頸位嘅啫，再一次用個短距離咧落敗嘅。咁今日咧步速就唔同啦。形勢都唔同咗一嚟跑翻咧1800米啊沙田1800米長直路啦，二嚟今日咧外搭係有得追啦，三嚟安裕咧又攝到一個唔錯嘅位啦，二碟咧有遮擋啦，咁呢個步速係快嘅，因為前面和平波咧放得唔慢嘅，而八鶴飛駒亦都為咗克服呢一個嘅外檔咧，潘頓就積極催策隻馬上前咧係拍住隻和平波嘅。咁見到個步速嚟講咧，以今日慢地咧頭4段放到咁快啊，其實今日個場地係偏慢嘅。你睇下個時間都可以放到咁快啊，證明咧呢一場個步速係快到傻咗嘅。咁安裕咧個形勢就同上次唔同啦，正到爆啊呢個位。嗱，我哋望彎位呢一度啊，八鶴飛駒潘頓開始騎啦，俾啦，隻馬冇喎，望一望腳要收啦，一收慢咧智取神駒要飛出去啦，安請禪聖輝煌咧都一路咧要避啦，嗱後面啲馬一路要飛出去咧係避隻八鶴飛駒，咁八鶴飛駒咧就收慢咗嘅，轉頭再睇下佢賽後驗到啲乜嘢啦。嗱，安裕咧彎位嗰度咧飛咗去中間位置衝啦。唔算太蝕嘅，入到直路再飛出啲喺外面嘅有利場地衝上嚟，咁見到前面和平波咧放到啲步都縮晒㗎啦，冇力㗎啦。咁外面粵進歡欣率先透出，點知俾安裕咧哇3排2步壓翻住隻粵進歡欣咁結果咧就壓過粵進歡欣贏馬嘅。咁呢一場安裕嘅形勢咧就好過晒上次，而且咧係夾到盡㗎啦，夾晒㗎啦。咁憑住個輕磅咧就贏翻莎莎婦女銀袋。咁貴福特都功不可沒嘅，因為呢一隻馬其實喺賀賢文家良嘅後期去到賀賢咧係沉咗一大輪嘅。咁隻馬其實冇理由係咁差嘅。咁隨住個分又減咗咁低，再加埋今季轉咗去貴 Sir 嗰度咧，咁佢咧就即係叫做妙手回春啦，幫隻馬克服咗一啲內在嘅毛病啦。咁結果贏翻喎。咁不過我睇翻呢一場贏個姿態啊，同埋個形勢咁就咧，佢都賺晒咁滯嘅，贏埋個輕磅。咁結果咧贏翻場莎莎婦女銀袋都跑晒㗎啦。你話隻馬會唔會跑翻喺前季？你話有權喺啲1級賽、2級賽係再上名或者贏咧？我覺得就跑唔翻嗰陣嘅水準。咁不過隻馬咧無疑咧仲係好 fit，咁貴福特實會盡量用到盡嘅。而呢一場3級賽對佢嚟講都好重要嘅，因為作為一個第一季喺香港開倉嘅練馬師咧，你話咁快贏到3級賽其實係好犀利嘅咁叫做打響個頭炮，希望咧藉此幫佢咧係提升馬主對佢嘅信心，再幫佢買多啲馬翻嚟啦，然後咧有更多嘅子彈去加盟佢呢一個馬房啦。貴福特點都好咧，都係好嘢嘅，將一隻咁久沉嘅馬咧係叫做重啟盛末，迎來佢中年嘅第2春。咁至於咧頭先話過呢一場馬咧，八鶴飛駒咧就拉停咗嘅。咁賽後驗到呢一隻馬咧係舐咗2飯嘅，一飯咧就係心律不正，
另外一範咧就係流咗鼻血嘅。咁睇嚟呢一匹馬咧就唔能夠係去出戰咧嚟緊嘅即係12月嘅國際賽啦，以至到你話要休賽3個月啊嘛，咁我諗都要下半季先至見到白鶴飛駒再跑噶啦。咁你又心律不正又流鼻血，究竟之後跑唔跑得翻咧，或者跑唔跑得到咧，都未知之數。咁好彩贏過場打比啊，咁都咩都還晒啊，係咪先？咁再一次潘頓嗰個嘅 judgement 都啱嘅嚇。如果你話喺彎位再死窒爛側嗰隻馬咧，咁好大機會咧就個後果更加嚴重嘅。咁起碼一樣嘢就係而家隻馬咧就仲喺度先嚇，再加埋咧希望佢喺休賽之後可以跑翻出個水準啦。OK， 好啊。今日咧其實除咗呢一場莎莎婦女銀袋有靚女睇有高水準嘅賽事睇之外咧，咁其實其餘場次都好精彩喎。譬如話蔡漢贏咗3 win 啦今日啲3 win 都相當之好分啦。咁另外我哋望翻咧譬如話第4場啦，奧爾文鬥布文咧又係鬥得好精彩嘅兩大師傅咁大家都可以去馬會望翻個馬匹近鏡。可以睇到兩大師傅嗰種鬥法啦。咁另外葉楚航咧都嚟過即係反彈喎贏咗戀愛狂同埋呢一隻嘅富國兄弟起咗孖寶，咁相當和味嘅呢個孖寶3384蚊。咁第9場特別呢一場3班1,400都組咗一條同門師兄弟簡 Sir 嘅徒弟葉楚航、徐宇石、丁冠豪嘅3重彩2萬3排到我相信咧有人食得好和味嘅。不過呢一場馬都比較特別嘅就係俾布文同埋富國兄弟控制咗一個極慢嘅步速，係慢到59.87，接近一分鐘嘅頭3段要放頭嗰啲馬咧，居然咧又冇放頭喎。譬如話正極至尊高超咧就縮咗喺後邊跑嘅喎所以呢一場形成咗咧一個絕等嘅形勢。超慢步速，俾啲前置馬係翻晒嚟嘅，咁結果富國兄弟、鑽石星空同埋呢個嘅小鳥天堂咧，哇冷嗰隻行頭第2冷嗰隻第2名，第3名就係隻大熱門，哇都和味真係。咁一生好彩唔使咁失望嘅，始終都冇乜馬識追嘅，佢都算追唔少噶啦呢一隻馬一嚟要再跑長少少啦，二嚟咧就如果再跑1,400，一定係快啲步速1,400好啲咁因為佢始終佢個爆發力咧嚟講咧，而家喺1,600咧會係更加容易撻得着咯。好，今次嚟到呢一度多謝大家嘅收睇，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呢條片啦。我哋喺禮拜3個賽前攞本全攻略，再同大家去睇馬啦。